庭这中的新的市长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官司进入到二审的阶段，不过法官向决定暂停审理，并且要针对法条申请释宪，安尼一个来连带影响到这个宪诉法修法的命运。因为大法官人无够，若无够的话，依照新的规定，宪法的法庭就开未成。高虹安的官司嘛呢放伫遐，民进党立委嘛讲这多和这个民众党甲那亚分手一个理由，不过民众党呢伊反正讲唔通黑白讲。涉嫌诈领助理费，去互庭级判7年4个月，新的市长高虹安二审却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法官认为法条有违宪的记录，裁定庭审，而且将会申请释宪，这恐惊互那边对宪诉法的立场进退两难。以国民党的54票来讲，是不足以去推翻行政院的复议的，所以我觉得高虹安案要申请释宪，可能给了一个民进党的理由来告别国民党。小美的好奇案维持3套表决的结果，敢若靠国民党确实无法度过半。严格照宪法来行，大法官无够人，宪法的法庭无法度运作，官司就安尼吊伫遐。敢要为着抢救高虹安推翻宪诉法的修法，民众党的背信将会影响到政局。正告民进党这些立委，例如钟嘉宾之流的，少在那边鬼扯，见缝插针，这个。民进党这5亿部队，根本是没有用的51席。毕竟官司卡伫遐，是要互高虹安死，也是要放伊一条生路，这拢要紧歹讲。这个一定是核心性的，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卡住，让整个案子卡在那里嘛。高安也是啊，也是不能选的。真正最好解套的方式是赖清德总统赶快找出大法官来，赶快提出一个新的大法官名单。因为他不提出新的大法官名单，我们就不能好好去审查大法官，那就没有办法让司法法庭开得成。严格也有法界人士指出，高虹安案件释宪的申请，可能会互现任的大法官裁定不受理。目前宪诉法的局势，调野公红要过来继续。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